后来过来是高雄鼓山区一间汽车旅馆发生命案，一个21岁姑娘死伫个房间的浴间伊的男朋友发现，马上来报警。警方到场，伫个房间底查到敢若是松狮烟弹的毒品，初步研判，这个姑娘应该就是食毒致死死亡。妨用现行犯逮捕的男朋友做笔录的时阵是顿底有保留，警方怀疑案情无单纯，当进一步地调查。警察车驶到事发的汽车旅馆，因为这早起时夜发生命案，一位查某囡仔死伫咧房间内。事发地点就伫咧高雄鼓山的一间汽车旅馆。是几点来入住呢，还是什么？我不太清楚因为那是晚上的时候的事情。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压贴无加做回应，就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多，警察接到男朋友的报案。经初步调查，现场未发现明显打斗痕迹。2人身上亦无外伤，初步排除外力介入。警察伫咧现场调查到，敢若有依托美制成分、电子烟、烟弹等等的物品。初步判定查某囡仔可能是食毒过身体中无爽快过身。只是29岁姓林的男朋友精神的时是无语无语讲，伊拢伫咧困，醒起来就发现21岁姓张的女朋友浸身血时死伫咧骷髅桶内底。对相关细节就无搁加讲啥，互警察愈怀疑案情并无单纯。查某囡仔遗体落尾红送到殡仪馆解剖验尸，会搁继续调查正办死因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